六道輪迴係的確係存在嘅。六道咧分別係天人道啦、阿修羅道啦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同埋地獄道。咁人死咗之後咧，係需要經過晒呢六道嘅輪迴嘅，去平晒你人生嘅帳目。例如你殺咗人，就要落地獄受苦。喺刑罰期滿之後咧，你個帳目清晒，你就可以去梵地解散。I haven't done anything wrong。咁你就會順序由天人道啦、阿修羅道啦、畜生道、餓鬼道咁落去。咁如果你做咗好多好多嘅好事，同天人係同一個 level 嘅話，聖母瑪利亞咁嘅 level，咁你就會去天人道。首先就享咗福先啦，完受盡咗之後咧，就會落去阿修羅道。如果阿修羅道同你唔啱牙嘅話咧，你就去畜生道。咁你總有食到啲豬牛羊噶嘛，呢條帳都要平嘅。咁你就會做好多年嘅畜生，直到一日你就係問自己啊，點解我要做畜生啊？你唔想做啦，你就會落咗餓鬼道。而餓鬼道咧，佢哋得一個目的嘅啫，佢哋覺得佢哋修行可以變成人，因為人喺佢哋眼中就係神差唔多嘅 level 啦。所以我哋係乜嘢神通都冇，有冇法力啦，但係我哋錦衣玉食喺佢眼中啊。佢哋不斷咁想升級咧，就係想做翻人。但係其實餓鬼做人咧係非常之難，想勾魂奪魄都好啦，佢始終係成為唔到人。佢最終發現咗呢一點之後咧，佢就會墮地獄道，然後受苦之後就解散。弊啦，我下世要做豬啦。